知道大家有冇去過一個地方睇嘅景，係完全唔似喺地球會見到嘅嘢？一個咁似火星嘅地方，究竟係邊度嚟嘅？呢個地方係我認為人生必要嚟嘅地方。今集俾5分鐘時間我帶你去睇下全世界最乾旱嘅沙漠，呢個位於智利北部嘅阿塔卡馬。歡迎嚟到大丸子旅行日記。如果中意呢條短片，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上一集完成咗3日2夜玻利維亞之旅之後，我就坐咗架45分鐘嘅過境巴士就嚟到呢度啦。嚟到呢度第一件事，我就已經發現咗自己着錯衫，因為今朝早玻利維亞只有10度，到而家已經係20幾度，而我又冇睇天氣，全場得我一個咁型着住冷衫行沙漠。嚟到全世界最乾旱沙漠，摸下啲沙灘有啲乜嘢嘅感覺，睇下佢有幾幼細。行到上嚟呢度大概1個鐘頭內嘅時間，不過唔好睇少呢1個鐘，全程山路又有斜路，仲要咁熱，所以記得要搽足防曬。唔想曬到成面雀斑嘅話，最好戴翻頂帽。終於上到嚟月亮谷最高嘅觀景位置，前面呢一個巨型波浪紋嘅沙丘叫做 Dune Mire， 再望遠啲白色嘅部分係乾固咗嘅湖水嘅鹽乾固咗之後就係呢一個雪白嘅外層。而月亮谷嘅岩石係經過長時間嘅侵蝕，變成各種嘅形狀，最後化成咗幼沙，成為咗沙丘。所以喺呢度可以好清楚咁欣賞到呢啲好特別嘅月球風景。如果想近距離啲同呢個巨型沙丘影相嘅話，可以喺箭嘴呢個位排隊，咁就可以更加近距離同佢合照。點解呢度會叫做月亮谷呢？顧名思義係因為呢度望落去好似月球嘅表面，就好似我而家 zoom 近咗呢一個位，佢嘅外層係粒粒突突，摸落去好似一粒一粒沙石咁嘅。聽講呢度某啲部分已經成幾百年冇雨水，所以成個山谷都被風化侵蝕，成為一啲好似月球表面嘅碎片咁。因為嚟到呢個咁特別嘅地方，所以我都上網睇咗一啲關於風化作用嘅解釋。風化作用係指經過一啲嘅氣候、化學或者物理長期作用之下，受到破壞而崩解成為土壤嘅變化。除咗大沙丘之外，呢個亦都係一個充滿鹽嘅沙漠。一場嚟到，我當然要試下啲鹽嘅岩石係有幾鹹啦。哇！我又salty，啲salty。呢3個岩石咧叫做3個瑪利亞，亦都係因為風蝕咧而形成咗佢呢啲咁獨特嘅曲線。月亮谷最重點嘅行程就係呢一度睇日落啦。值得留意一下就係我前面呢個因為日落之後嘅光線而變咗粉紅色嘅火山。今日已經係我一個人喺南美旅程嘅最後1日。
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Atacama 呢個小鎮。嚟呢度嘅景點，你可以選擇自駕，又或者 join 呢度嘅 local tour。而如果你選擇 join local tour 嘅話，你可以嚟到呢一度先 join，咁樣係會最平嘅。圈住呢一啲呢，就係 local tour 啦。其實成條街都係，你係會有好多選擇嘅。而我覺得呢個鎮其實都係幾安全嘅。食飯買嘢行到夜晚8點幾呢，其實都仲係好熱鬧。一個人夜晚行返酒店都感覺唔到有啲咩安全嘅問題。一路行嘅時候仲會見到有火山添，所以我對呢個小鎮嘅感覺非常之好。可惜我淨係留咗1日，去咗月亮谷。如果有機會，我都好想可以再嚟多次。